要去更新你嘅房貸嘅話，咁就會需要考慮而家呢個剛才我哋所提到嘅央行未來嘅利率走勢就會影響到你究竟係應該要決定固定利率定還是浮動利率啦。因為如果你係如果你係覺得央行未來嘅利息係會假設啲銀行俾你嘅利率係固定同浮動係差唔多嘅話，無論係3年又好5年又好，如果係差唔多嘅話，咁嘅話你就要諗下，究竟你係覺得未來嘅央行嘅利率係會升定還是跌？咁剛才Ariel 都提到未來而家市場預期未來2026年仲會有2次嘅升息嘅。咁所以如果係你認為市場係正確嘅話，咁揀固定利率係會抵過浮動利率。咁但係如果你覺得而家嘅戰爭只係一個短暫嘅情況，將會過去，佢最終都會回復翻正常嘅話，而央行亦都會係擔心經濟衰退而減息嘅話，咁嘅話可以揀浮動利率。咁呢個